Hello，我係 Jeffrey 啊。1997年嘅時候呢，新鴻基就開咗個新盤，呢個盤就係傳說中嘅京士柏道1號帝庭園。當其時呢個盤呢，唔單止全九龍最高尺價，排隊買一手樓嘅籌呢，竟然可以炒到100萬一個。許志安啊、苗僑偉同埋我哋而家嘅特首李家超呢，都有份入貨。時至今日啦，京士柏區主要有4個屋苑，今日我會逐一介紹俾你嘅。京士柏區個位置其實屬於油麻地區啊，咁佢係九龍嘅中心，不過佢就遠離咗購物同商業嘅 area，咁算做旺中帶靜。如果你做嘢需要香港島同埋九龍兩邊走嘅話咧，呢度京士柏區係離紅隧口僅5分鐘嘅車程啫，一定啱晒你。搬屋同買樓咧，其實真係重要決定嚟嘅，揀唔啱心水嘅地方咧，真係好嘥時間同心機。咁如果你而家煩惱緊搬新地方嘅問題咧，唔使擔心，每星期都有同你一樣情況嘅朋友咧揾緊我幫手啊。咁所以你可以直接打俾我啦，或者 WhatsApp、email 俾我都 OK。咁我哋一齊睇多啲單位同埋互相交換意見咧，你一定會揀到咩單位最適合你。唔知大家身邊有冇啲同事咧講嘢長期負面嘅，即係佢哋永遠咧個頭好似有個烏雲喺度咧，睇咩都唔順眼嘅。佢講乜嘢咧都係挑剔緊你嘅。話說我今日剪緊呢條片嘅時候咧，有個同事就見到啊，咁佢就同我講：喂，大佬，你京士柏都好介紹嘅，又唔係地鐵站上蓋。喂，我心諗唔使下下都直到地鐵啊嘛，我哋而家由油麻地地鐵站行過去京士柏嗰度都係10分鐘步程嘅啫喎。呢度仲要係平路同埋冇乜人，都算行得舒服啊。而家我哋正前方啡色嘅呢一排咧就係君怡峰，咁佢2004年由新世界建設啦，分8座。佢呢度最大嘅標誌就係內園嘅一大片草地。咁啊，如果你屋企冇請工人嘅話咧，800尺一定夠用噶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多少少嗰隻1000尺咧，就會有埋工人房。最受歡迎嘅1300尺咧，間隔就有個特大嘅主人房。咁我見過有住戶做完一排到頂嘅大衣櫃咧，都仲有位擺 king size 嘅床。如果你要再住大啲嘅話咧，1500尺以上都有供應嘅，不過就好少放盤。君怡峰嘅會所咧就有齊晒網球場啊、羽毛球場、室內游泳池同埋 gym， 咁啊啱晒中意經常做運動嘅你嘅。而家我哋嚟到片頭介紹過嘅帝庭園啦，咁就喺正君怡峰對面嘅啫。咁呢度分6座啦，主打1200尺同埋900尺嘅3房。咁佢1200尺大部分單位都係向南啊，咁仲要係大橫廳，採光度極高啊，日頭基本上咧係唔需要開燈。咁900尺嗰種咧就望翻京士柏山景就好開揚嘅，間隔仲要冇走廊位，夠晒慳位嘅。咁帝庭園相比起君怡峰尺價咧就平一橛嘅，咁啊仲要有車位跟，咁啊啱使精明嘅朋友仔嘅。沿住呢條私家路上山就係恆基喺2000年起嘅京士柏山，咁京士柏山就係同區級數最高嘅屋苑，絕對身份嘅象徵。古天樂啊、施永青同埋他信個細佬咧都曾經係呢度嘅業主。屋苑主要就供應獨立屋同埋少量嘅分層單位。分層單位就1200尺同埋1500尺。咁如果你有需要住到超過2000尺單位嘅話呢，咁當然就唔可以錯過呢度啦。行到嚟京士柏第4個屋苑爵士花園啦，咁佢1995年由會德豐建設，分4座。爵士花園嘅特點呢，就係佢近一條後樓梯，呢條後樓梯呢，就直接穿返落油麻地嘅，係捷徑嚟嘅，出街呢，就最快啊！住呢度。爵士花園主打嘅分層單位都係800同埋1000尺。嗱，咁你見到 floor plan 相比起其他屋苑咧，爵士花園嘅間隔就冇咁方正啊，但係佢呢度勝在多窗啊。如果你中意多啲自然光同埋離隔離嘅建築物遠啲嘅話咧，爵士花園都 OK 嘅。咁離開咗爵士花園嘅範圍，我今日想經一經公園先行翻出油麻地。咁啊，前面呢個籃球場咧就經常都有人打緊波嘅，咁仲有啲細路仔嘅遊樂設施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行翻出油麻地啦。其實京士柏咧係好適合都市人住嘅，講緊佢位置喺正最市中心啦，但係居住嘅環境係好靜啊。咁你難怪20幾年前咧佢可以炒到全九龍尺價最高。咁如果你想睇下京士柏同你啱唔啱 key 嘅話咧，就可以打電話 WhatsApp 或 email 我。我係 Jeffrey，多謝晒你收睇。